歡迎收睇特別新聞報導。港鐵將軍澳暫停電力供應，今日22日下午5時許，港鐵表示因電力供應受阻，將軍澳線暫停服務。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表示，高度關注將軍澳線的故障，已促請港鐵盡快解決，並在搶修期間妥善處理乘客的轉乘安排。機電署已即時派員到場協助跟進事件，會要求港鐵在事故後盡快提交報告。運輸署緊急事故交通協調中心正密切監察各區和受影響車站的交通情況和公共運輸服務，並主動協調專營巴士營辦商加強服務應對乘客需求。港鐵提供免費接駁巴士，專營巴士公司加強服務。特別新聞報導完。